西辽向出全国的人马来对付我军。大哥，兵道上不足为奇，最主要的是元将生性怒海，伊的法术精深，而且口中神灵喷火，所以我军神风因才会失手被擒啊！头困到呢？啊！你这个安怎？无我困来去妨碍着你是？啊是啊，我困到只像死猪啊！我困到就足气的啦。哎，啊你嘛咧鸡甲有通寸？啊伊困是困伊的，啊是讲你有啥物地带？啊你若是看袂做的吼，你嘛会用个亲像伊安尼甲困互伊一只敢若猪咧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啊我若是困袂去，我看别人困，我就艰苦，你听有无？你嘛咧奇怪，啊我若困到遮好困，无你是安那咧困袂去？拜托药咯，我拜托药我就困袂去啊！拜托药比死较艰苦的，无人食困困啊！食，你著干一工敢毋甘会晓想要食尔。啊无想讲咱即马吼已经去互番仔掠来禁伫咧遮，当时要死都毋知，搁会记咧通枵。死！哼！啥物时阵要死我拢毋惊啦，毋免甲咱讲惊枵死安尼啦。因尔咧，若讲到遮死我哪补？拢毋带物件咱食哦，剩办是要蚵仔点要咱饿死。啊，若讲要咱死哦，嘛着讲大声互咱食顿啊粗饱，嘛通做饱鬼。等你较早困会泡面咯，毋通拄安尼迷茫咯。伊当下着用一坛仔烧酒来孝敬伊咧。酒？对，我嘛有哪有安尼咧想了。会记真久无啉烧酒啊！卡说即马若是有一罐仔烧酒，通我来摄一下，毋知要偌好咧。对，我会记你足久拢总无闻到迄个烧酒的味安尼。我嘛是安尼想。有烧酒的味哦。啊，酒味？讲影哦。哎，伫遮尔哦。我嘛有这个感觉呢。酒哦，是啥哦？啊！哎呦，干嘛？你安尼声了？要啉烧酒会使，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啊你娘你咧啊！烧酒要用啉，着我条件，啥物条件？无关系。喂，环啊，既然吼你烧酒都已经送来，啊若无甲你啉，有哪足歹势？大声食了，条件才搁讲。本来这是要互恁啉的，啉了才讲也无去，阮弟你也走袂去啊！安尼哦，哪来躺了？去！哇，聊太久啊，烧酒。我等下，万请。喂，环啊，你安尼遮好意，无着伫送酒环食，我嫌疑咧。迄内底毋知有藏药啊无？毋大敢叫你毒死哦。规气你大声啉，你啉落去，我才会放心。嘿，啉一嘴看嘛。想要甲恁中原人也遐尼小心哦。本来就遮巧啊喏。好，我啉互你看。快死袂！
哎，真是无死哦，大无问题，我怎么规张你抽起来？无，啊，等我，我都要到要死了你。转。安尼小可会用的，无啊啦。无半句啊！这巴肚安尼宽饱规拢有精神个。我啦，你讲啥物条件？讲出来听我卖。条件真简单，我看恁中原将士大家拢真敏勇，只要你大行西了国，一定前途无量。你放屁！臭完啊！阮当中原人哦，甘愿头长血流，中原做你这个下国的指示啦。对，阮大哥常常咧讲哦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叫阮大行免讲。恁拄仔答应我的条件，安那小酒啉煞，想要反悔是无？还啊！无啦，你讲咱都毋对啊！阮头拄仔哪有搁答应你？我是甲你讲，大声啉酒，啉煞才搁讲，我也无讲一定爱答应啊啦。别打，我你讲这些，大可我再宽限你几工，恁好好考虑看卖。直青即摆已经互我包围起来，恁若免孝顺伊会来甲你叫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我的条件你若毋答应，我要叫你甲直青死做伙。老爷，大哥，你的伤口安怎？我的伤口完全拢总好啊啦，你看。真好，真好。大哥啊，这几工啊，哪会遮肃静啊？你是讲我是讲张忠礼仪甲赵定贵因是拢走去倒位，哪会拢无看人啊？大哥啊，我伫咧养伤这段期间，是毋是有发生啥物代志？赵成龙朝中礼仪，真情必欠，现在白河关被反将生生落海，甲咱团团围住。啥物啊？大哥啊，这落代志你若无量早甲我讲。贤弟，因为你的伤痕还袂好，我交代赵贤弟暂时嘛互你知影。哎呀，你看我的伤口即马都拢完全好啊咧，那安尼哦，我这时就坐我的小分配，花囝来去搬土救兵。来这，来这。这离开京城，路途会遥远，就算讲将有救兵来啊，万岁也难救近火。不如我赶紧休书一封，你就赶紧告先生讲，叫北部公主办土救兵，我来解决就咱这个困难，这敢是较紧的。哎哟，对，大哥啊，你赶紧先写批，我准备同我行庭见北部公主。是，我来。春来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空对宫门亦当空。
公主，公主，什么代志？公主，时候无早，你应该好换衫啊。换衫要创什么？哎呀，公主，你哪会袂记啦？今仔日是米娜君主伊的生日，公主，你敢毋是讲要去食寿酒咧？我无想要去。公主，我看人安尼流流泪泪，我家己一个这么孤单，我更加不爱去。公主，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搁咧思念父妈。也毋过父妈伊是去冰西啊，一年半载之内伊嘛袂转来。假使你若继续安尼寂寞落去，你的身体一定会袂堪你的。小关，父妈甲我生气，只不过才个月月的时间，伊怎安尼就甲我分开？你讲我要来袂思念你？公主，我看安尼啦，既然你若敢无想要去食寿酒，那安尼咱就出城来去拍啦嘛。拍啦！是啊，咱来去拍几只飞禽走兽，送一下心嘞，总比你逐工屈伫咧宫中还佫较好嘛。无嘛好，啊无你去甲我准备蜡烛。哎呦，嘿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哎，啊，哪有这只鸟安尼？哦，我不知啊肥哦，啊，这是谁写着的？迄毋较惨知影讲，我即马拄仔咧腹肚枵，先煞甲杀起来，烘烘咧食点心。妈你啦，哎呦，这只鸟是阮公主写着的。哈，嗨，啊，是你，小关，小关，有找着无？公主，伊是老庆。老气。哼，当初这个匹夫将我拍伫口头显现，今仔日会当踮咧遮重逢，我着趁这个机会，好好啊来甲伊教训一下。来呀，是。抓起来！嘿，哟，三观唔正呢，家己的人了啊！你伯伯公主，啊，你是安怎呢？啊，你家己的人哪用这种态度伫咧对待我这个贵客啦？抓起！你是啥物人的贵客？是啥物人将你当作贵客？哼，老客，你还会记哩无？你将我拍着伤的代志，大概你袂放袂记啦，吼？哦，嘿哦，下高了呢，迄我是为你好的了。啊，你甜条条拢唔放阮叶大哥仔出关，啊，皇帝若知影吼，阮大哥仔爱互刣爱死呢。可是你有代志用你慢慢啊讲啊，你何必着伤我咧？那安尼讲，你是要报迄阵的冤仇哦？无毋对，来啊，在，抓落去斩首。是。哎呦，行啊，莫安尼啦。行。啊，人啊古早人咧讲吼，迄查某人大长脚下脚无量啦，哈！待遐尼久的代志，还搁咧叫因，好啦，要刣就互你刣嘛。行飞猪久啊，这个飞山好，也无啥物怨言啦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哦，你若甲我刣死哦，你若做寡妇是毋通埋怨我哦。行。等下，你拄则咧讲啥物？无啊，我哪有咧讲啥？你讲我若是做寡妇，都毋通埋怨你。哈？敢讲是毋是驸马伊有当到啥物款的危险性？无毋对。啊那呢？驸马伊即马伫咧啥物所在咧？你甲我讲好。啊，你都讲要报冤仇，要甲我刣，要刣，你都下手嘛。啊，你讲问这哪有啥物路用讲嘛，无较绝。老贤弟，你莫生气啦！我拄则是咧甲你滚耍笑的。
我咧甲你吓囝哩，你是驸马的好贤弟，我哪有可能甲你拖去抬咧？哼！老贤弟，拜托拜托，你莫生气好无？你甲我讲，驸马伫咧什物所在？伊是遇到什物款的危险，好无？你甲我讲啦吼，莫生气啦。啊，我一身躯，互你别甲安尼定跳跳，是要安怎讲话啦？对吼，啊，我甲你透气，莫生气啦。这张批是阮着大哥仔要写互你的啦，你看就会知影。驸马被困，白虎关。我有你，我绝对无答应。我，啥物都免搁再讲啊！当初是狄青伊家己要去找死咯，踮先生搁好好做伊的驸马，样样得伊无爱，偏偏就要去争势。你看，今仔日竟然爱我兄弟去救伊，免讲，我绝对做袂到。哼！不晓要怎样都好。当初恁父王对待狄青，也ain算我是稳固立场。伊狄青却偷偷啊不顾离别，放你一人独守秦疆。伊即摆有急难啊，要来求恁父王发兵，也无怪恁父王会毋肯答应啊。不晓，也毋过，如你若是要去解救狄青，白虎关一个破，安尼狄青一定会死入生生落海的手中。这不晓，求你替害你做主。驸马兄为难原谅，偏阮听情做不用。你在救我无路用，父王绝对不应救。算来是原主，哎呦，伊是如你的丈夫，忍心予我做伴夫，无晓你着爱三思。这实在真使人为难。如你既然叫狄青，那就是你狄青了。今生今世，无可能搁再改变。假使狄青还是死，王玲，你先莫哭，我搁靠讲你父王就是啊。有，那安尼就爱赶紧救兵如救火，万都袂赴。王玲，你爱较忍耐一下，恁父王的脾气，伊若是毋肯发兵，嘛是无路用啊。对咯。老强的土球，美花转，公主的感
3天来安尼开车投降，若无伊就下令讲声。而且城中全流，众军士受不了饥饿之苦啊！